你甲倒一个人答应？我甲人落落散散迄个人答应。迄条代志你甲我讲到详细好毋？阮是大人吩咐我毋通甲别人讲。你有不时去甲伊讨无？我常常嘛有甲阮小弟做阵去甲伊讨。你伫时要去甲保正参详？我想，说书明仔载若无去，后日的确要来去甲保正参详。你是超工甲伊通知是毋？拄顿因后生来才顺线甲伊通知啦。你有小可甲伊点拄无？有哦，我有煞甲伊考劝。你伫时甲伊买？2-3日前甲伊买。头拄仔你有去甲伊说落力无？也未咧，较停仔才要去甲伊说落力。科长甲啥物人训示，你知影毋？伊甲蒋介石训示。